今仔日去买早顿的时，用台语讲，毋过头家嘛是犹原问讲：啊，你是倒位人？你拄仔伫学讲台语吗？意思就是，我台语可能讲甲嘛无足顺，还是讲有一寡音有走进去。头家娘就好奇去问，即个状况下，其实我嘛是会，有一个冲动会走出来，即个真事。毋过我有做一个转化，我就大声讲：对啊，我即马当地学啊，我阁1点钟开500箍去学呢，找老师甲我教。而且呢，若讲，若讲即马无开始讲的话啊，即马少年辈拢无讲台语，阁足侪听无。我有一个朋友伫做老师，就有教台语啊，毋过伊的学生嘛共款讲，连听拢听无。我讲，若讲我无练习讲台语的话，就剩恁这样的会晓讲台语尔。以后就无人陪恁讲台语啊，就是讲甲落长。啊，对方当然嘛毋知要应啥。我讲啊，因为我自细汉是会受着华语教育的影响，伊可能听着即句就揪起，讲这是啥物话题。毋过，就比以早搁较好。以早呢，我就会无即个力量，我就去计较足可怜呢。讲，我有即个权利去讲台语，讲甲无好，你就要甲我徛吗？就要甲我批评吗？这是较自卑感的一种方式去对应，共款是生气、愤怒。毋过，以前呢，我也拄着即种状况，就是希望讲对方互我起码的尊重，这就是有伫希望对方会当体谅我这个人，较好心咧。甲即马是无共款的。即马我着甲即种状况，就是台语讲袂好势。替人批评，家己化做一种力量，就是大声喊讲，我就是爱开始讲啊！若无讲，就无人会晓讲啊！就变讲我要做啥，这是有价值的。恁认为有价值无价值，其实拢无要紧。我这个人安尼做，感觉真有价值，就是有价值。这有牵涉着讲，我的信念有做一寡转变。以前呢，拢是咱受着的教育，就是讲，你做啥物代志，爱做甲第一名，做甲趁大钱，做甲做好诶。你若是做普通，做普通的一个人，无啥物，互人有记忆的一个优点，有可能大家就想讲，这就看袂着，嘛袂学落，变讲全世界，阁有全台湾的人，拢是对这足厉害的第一名的，伫遐一直学落，一直抱，一直讲，一直讲。若是讲较无人注重的物件，就人看拢无看一眼，咱就看拢不爱看，就有即种现象造成。其实大多数的人，无可能每一个拢是做成功的人。想看觅，一个班嘛是有一个第一名，一个学校第一名嘛一个尔。